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日增加8822个本土病例，另外这快筛检名册明仔载开始由身份证号码倍数来做分流。但因为即摆部门搁再做这疫情调查咯，宣布讲这简讯甲纸本的实联制拢要来取消，改用社交距离 App 来代替。统计当着5月初1，代替要停驶教育部要补助这学生囡仔交通费用，另外这交通的部分也有疏运措施。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8822个本土病例，其中是新北市上介济，就3241例。也来讲到这台北市还有桃园要上千人感染。指挥中心宣布讲，对这明仔载开始，这快筛检名册就要开始施行咯。民众摕到这健保卡去到指定药局，就当买到这快筛试剂，而且是使用这身份证号码倍数分箱的，也有起来做分流。这快筛试剂内面一包有5支，卖500块。另外，机组人员对5月初1开始，若准做过3档疫苗，而且是满14天后飞长途回来到台湾，就会当采用3+4的居家隔离措施。家用的快筛试剂大欠货是几啊天啊，即马总算铺货去各大药房。不过民众若是想要买，还阁要等一下，因为这个快筛试剂是准备伫要施行的快筛检名册要用的。我们是今天中午12点半左右收到明天预备要开卖的快筛实名制的一个数量那目前的话，指挥中心呢，它会做每日配送，但是除了那个周末星期天是不配送的部分。中央宣布，快筛检名册28正式启动，有超过4900间的药房，加做头一批通路合作的对象。民众只要提健保卡，每一张卡一支会当买一包，内底有5支，价值是500块。不过要特别注意，身份证号码买字若是徛的，敢若会当拜1、拜3、拜5来买；若买字是双的，是拜2、拜4、拜6会当买；若礼拜是双的徛的，拢会当来买。因为开放民众会当替人领快筛试剂，若是有人一概摕几啊张卡来买，要安怎来应用呢？对，我们希望来讲了哈，大概就是认卡不认人嘛哈，但是我们还觉得在排队的时候，那还是1人1卡了，不要1人很多卡。像我收了70-80张，然后一下就举了70-80份，那还是能够让它比较均匀的分配。快筛试剂检名册即马伫要启动，因为国内本土疫情小媒体，而且确诊病例就要超过9000人，是新增加8822例确诊，新北市有3241例。台北市甲桃园市嘛拢超过1000例，即马确诊的人愈来愈多，中重症的患者嘛增加16例，其中上介少回重症患者是一个敢若10外岁查某囡仔。症状共通点都是有肺炎合并有呼吸窘迫，都住在加护病房，使用瑞德西韦。这个10多岁的女性是大概是中学生的这个年龄，那目前没有接种过疫苗。目前已经实施的居家隔离新制度，即马嘛要扩大到国际航空机组员。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从5月初1开始，机组人员只要做过3档疫苗满14天，飞长途的航班返来台湾了后，检疫的措施比较3+4的制度，也就是3天居家检疫，4天自主健康管理。若底度的航班是为原来7+7缩短做5+5，5天自主健康监测，而且每5天要做快筛或者是 PCR 的采检。长程航班就是有入境第3级地区的追加剂未满。不管1剂、2剂或未接种者它维持在5+9维持在5天的居检跟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最近几啊项的防疫新政策小连续咧施行，指挥中心考虑已经取消疫调等等的原因，嘛宣布简讯实联制为即马开始正式退场。不过催暗的禁令要是要延期到5月31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国内疫情继续伫咧严重，公布这个活动行踪、病例活动行踪已经是无意义啊。指挥中心即摆也宣布讲，这简讯实联制，还有纸本的实联制拢要取消，全部改用台湾社交距离这个 App。也因为目前无强制民众一定爱去装这个社交距离 App， 民众的反应有人是好，有人是歹。手机啊扫店面的 QR code， 再搁发简讯到1922完成实联制。万一出现确诊者，当地卫生局就会当用来疫调。不过因为确诊数一直增加，指挥中心27宣布因应疫调取消，简讯实联制即马开始嘛取消，改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 来代替。它只是说在2公尺之内，那接触有超过2分钟，就会显露，所以并不是密切接触者啊。当然，如果你现在30分钟、50分钟，那当然自己就要很小心。
陈市长表示，社交距离 App 这2天完成改版了后，会保留查询逐工接触状况。未来若是收到接触者通知，会当看 App 注意事项解读，未过由卫生局解读警讯。App 功能转做宣传甲提醒，因为 App 无强制要求安装，民众安装意愿无同。疫情 OK， 我就把它删掉了。对，现在可能会再把它下载回来吧。觉得这个可信度没有到很高，我还是保护好自己会比较来的，我觉得效益高一点。根据统计，目前有821万外人下载社交距离 App， 不过无线接收爱一直开掉的，互部分民众烦恼了电。对这个代志，3C 专家是讲用电量真少。10年内的手机啊，因为蓝牙其实一直进步，现在蓝牙是非常省电的功能啊，耗电是一定会增加，但是它的耗电的增加幅度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了改善实联制，陈市长表示，现阶段做个案管理已经无意义，纸本实联制会同步取消，改用大数据管理。社交距离 App 是希望大家互相提醒，唔是讲安尼做对当断绝社区传播链。相关防疫的想法会甲较早无同。记者综合报道。3+4的这新的隔离措施今开始施行，全台湾大约有67000人会当解除隔离。不过有民众已经确诊3天，却拢无收到这防疫物资，甚至有民众已经隔离3天啊，到今也未收到隔离通知书。因为有一寡隔离者这第4天结束了后，要来出门，就要赶紧来做快筛，说是无快筛剂这通好用。电话一通线一通卡入来你办公室，袂少人是顶问3+4新制。不过你干事除了接电话，还阁分装分送防疫关怀包，无用试试。3+4新制实施，高雄解隔离人数达到5388人，目前也阁伫个居家隔离对象有1000人。算一算，大概要3万多支左右的快筛试剂嘛。我们昨天在第一时间就配发出去。市长陈其迈爱民众莫烦恼3天居家隔离期满无快来这个问题。不过台北市有民众因为朋友确诊隔离5天，到今嘛也无摕到隔离通知书，也无快太济。不过因为现在都还没有收到任何政府的匡列通知，那也没有快筛剂，那也不方便出去，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是快筛确定就出门。那现在就是我们还一直在等政府的通知。新北市原来有确诊者，25确诊到今嘛无摕到物资。我隔离在家，今天第3天。那我没有隔离包，也没有隔离通知单。3+4新制度实施，全台湾26.7万人该隔离，各地状况真侪，有人隔离6天，也无摕到关怀包甲快太济。里长一直问，才知影健康中心根本资料都还未传去你电脑。健康中心说没有这些人的资料，说这个还没有上传，我也觉得很夸张，已经6天了。地方人力甲细节对袂到，基层逐工都无适应。那就跟台北市政府卫生局那边做事，因为我系统完全看不见，我打1922，他要我来这里，那192把我的系统用锁死，不让我看了。台北市政府表示，估计居家隔离10天满7天，无需要快筛试剂；居家隔离满3天，自主健康管理者会当挂喙暗去健康服务中心领快筛。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呼吁民众自主管理、自主应变。当 PCR 阳性，请点伫厝的，甲厝的人隔开。3+4居家隔离者3天期满，想要出外无快筛剂，会当请亲友协助购买。真正无人会当接洽邻里长，也是关怀中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迪昨向发出软性风声，就机关伫咧问讲，什么叫做软性风声呢？郭文迪回应讲，是类似3个境界，当时要来实行，就要看疫情的变化。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搁再强调，这7天若准是无必要，就莫出门；若准一定要出门，就要快筛阴性。伊认为讲，这新北市确诊人数已经正悬，有必要先来试办。目前还搁伫咧等待中央的同意。新北市27新增加确诊数超过3000例，市长侯友宜指出，确诊数来正悬，呈现指数型的成长。为了确保医疗量能，自主隔离3+4应该改做自主隔离转型，互民众自我来自主隔离。新北必须爱行伫头前，是因为处在这个中心点。新北市因为在浪头上，所以必须要把未来所有要考虑的问题先报给中央，跟居家照护一样的道理，让我们先试行。卫生局强调，这不是0+7，而是要求民众7天非必要拢莫出门，若是检查阴性才能出门。这7天都是以在家为原则，在外出的期间也要注意到禁止搭乘大众运输，禁止跟他人共餐、进入餐厅，
禁止参加活动。新北市争取特殊隔离转型来保全医疗量能。台北市长郭文铁是指出，那医疗量能无法度控制，爱软性来封城。伊这个讲法，连台北市议员听落到地也无啥啥。日前下晡伫议会来追问，更加想要知影讲台北市什么时阵医疗量能会不足？怎么样的软性封城法太笼统了，跟去年6月一样，就是3级警戒，差不多意思会监看，所以这个要很诚实的讲。没有标准答案，且战且走。对着台北市府有测518确诊数恐惊来到50万，指挥中心指出，若是用美国、韩国确诊人口的比例来看，换算台湾大约达到10几万到30几万。要过台湾民众自我防护，也有注射疫苗的状况，拢比其他国家较好。按理性来看待。所以要破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台湾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必须要理性来看。另外，负担青菜水果交易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到27中昼超过150人确诊，影响第一果菜批发市场营运。农委会表示，绝对免休市，会向指挥中心提出申请，比较医术人员对着密切接触者，采用以检查代替隔离的做法。另外，北农也正伫研议标准的流程甲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目前当咧居家隔离的人数要9000人左右，指挥中心也已经甲台中列入去高风险县市咯。台中市政府宣布暂停病院探病甲中照机构的探视。另外，当咧在家照护的确诊者，市政府会提供血氧机，互民众监测家己的身体状况。台中市27新增加本土确诊356例，航远小为42例。市政府3局处原有公务人员确诊。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日甲台中市列作高风险县市。台中市政府决定暂停病院甲长照机构探视。各种小学停课标准是要持续变严，还是放令？当地甲教育团体会商。像我们的医院跟有一些这个长照的机关，那就限制这个探病跟是探视教育系统。他们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跑出来，有些人说那我们继续加严，有些人就说那我们还是要应该要跟中央一致。台中目前居家隔离有9000人，台中市的居家照护关怀包除了大量饮料、快态试剂、量体温的，另外还提供血氧机，让民众随时会当监控自身的情形。听候居家照护者期满治好了后收回，卫生局会充分消毒，再提供使用。我们这个血氧机大概你测出来的以后如果是在96以下的，您要注意，要赶快跟你关护的医院来去联络，表示说你的血氧可能有一点问题。民政局强调，台中市居家照护服务分做2大系统。卫生医疗方面，有15间签约照护病院，按照责任区提供医疗服务。居家生活照护方面，市政府成立29位居家安心照护关怀中心，大家拢会打电话予确诊者来确认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宣布讲，这6岁到11岁囡仔会当注一半药水的莫德纳疫苗，上紧伫5月初2开始注。不过有真侪家长是希望讲，因的囡仔会当注 BNT 疫苗。卫福部表示，这礼拜要签约，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这囡仔专用的数量就要等候到签约了后才会当确定。6岁至11岁囡仔注半档的莫德纳，上紧5月初2开始注。27尾仔第5批采购的1371600支莫德纳送到台湾，相关的作业完成就会当使用。根据台北市95间国校家长初步意愿调查，48.5%的家长愿意予囡仔注疫苗。教育局强调讲，学校转交同意书予家长，也有7天会当考虑敢要注射。不过嘛有家长讲，要是袂予伊的囡仔注莫德纳疫苗。这个疫苗大人施打之后副作用都很大，那何况是6到12岁的小孩？也有认为美国的小孩呢，在这个年纪都是施打辉瑞疫苗的。烦恼注莫德纳的副作用，因为美国的囡仔嘛毋是注莫德纳，部分的家长是较期待辉瑞 BNT。立委林奕华问卫福部处长试水员，辉瑞 BNT 当时才会入来。我有听到说你们有150万剂已经确定采购到了，对不对？这4方的合约是谈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在应该这个礼拜会签约了。这个礼拜可以签约，很好。应该啦。指挥官陈时中下晡嘛证实，疫苗小组突破真侪困难，辉瑞 BNT 伫这礼拜就会当完成4边的签约。那签约应该是可以完成的。好，那至于发派的剂数跟它就是那个剂每多少剂来的那个剂，
哦，那再加上那个什么时候来，哦，那可能要签约的时候才能够确定下来。辉瑞 BNT 有偌济专门予囡仔注的疫苗，数量也无法度确定。不过立委强调讲，安尼会当加一个选择，而且辉瑞 BNT 5岁至11岁拢会当做，这点真侪家长是拢真关心。另外，囡仔注疫苗恐惊会有更较侪相向发生的情形。不过目前校园也是依次减少无必要的人员来出入，家长袂当入去学校来陪伴。立委建议讲，会当增加医护人员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这数基二专的统测咧，伫这个拜六礼拜就要考试，所以因为第二天当着5月初1劳动节，但提起的工会要发起无要加班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到爱坐火车去考试的学生。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已经请学校调查，若准厝内面无家长通好载去，学生会当这个学校咧是会当坐学校安排这游览车，或者是计程车去，费用是由教育部来协助。本土疫情拖入去校园，互四基二专要考统测的学生早就已经真紧张。偏偏5月初1第二天的考试，佮当着代替企业工会发起的劳动节唔加班，东港的列车全面停驶，要坐区间车通勤的考生恐惊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它可能就是要靠这个火车哦。交通部所规划的类火车的这个规划路线，我们希望它如果能充分了解，也能应用。除了建议学生会当运用类火车，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已经请学校调查学生通勤的工具。若准讲真正无厝内人会当接送，教育部会补助前往课场的交通费用。接驳车辆游览车或是甚至计程车的方式，能够及时的能够将考生送达到考场那所需要的这些费用，教育部会全面来协助另外，因为即马居家隔离缩短到3天，有部分考生原底爱隔离10天，即马嘛会当提早解除隔离。这也就是学校本来通报过来的，我们可能还要再调整。也就是说，今天超过7天的，他就可以回到原来的教室参加考试，对不对？是。教育部统计到4月26为止，确诊的考生有27个人，居家隔离的有264个人，确诊袂当考试无补课，名额会另外开。若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自主健康管理，也是自主检疫的学生，爱伫咧隔离市场考试。若是考试当中接到确诊的通知，就袂当搁继续考试，由卫生单位送去隔离。若考试当中是接到居家隔离的通知，伫咧迄节考试结束了后，就爱刷到隔离市场继续考试。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这在地上大条5月初1代替是无火车的哦。这个交通部本地是有规划10条的协助路线，今日搁再增加2条，是高雄到屏东的路线。而且讲到这个彰化车头是这火车山线海线交接的所在，5月初1的本地只有3个人要来上班，就要经过协调，搁再增加16个人来，要来引导民众去坐车。类火车的乘车点0972路线的乘车点是在这个位置。亲身示范5月迄天引导乘客到候车站。彰化火车站是西部干线、山海线汇合的大站，有上百员工。毋过5月初迄天恐惊闹空城，敢若剩站长、站务主任，也甲一个总务3个人来上班。到时阵转坐引导行会大乱。好甲在经过沟通协调了后，阁研究16个人来上班，预估迄天至少有19个人来上班。持续跟员工沟通，目前有16位支援旅客服务的工作。5月连假迄天，全国大小车站拢欠人，毋过主要也是司机员人力欠上济，敢若剩5%人力。临时班上班4月30中昼前才会对外公布。交通部长王国材再一次为5月代替全面停开会议日。全国的这个民众道歉这件事我没有处理好。对临时班次也不要放弃啊！现在大概有5%的司机人愿意来开车，但这个数字在变动中。王国材嘛公布新办的5月交通应变方案，原则上城际运输无改变，西部也是以高铁国道客运为主，东部是以公路国道客运来疏运，主要是公路运输长连地区。原先规划10条交通车，搁新增2条路线，包括高雄往屏东，也甲高雄新左营往屏东。这次类火车路线我们总共准备了多少台的游览车？正班行驶跟备用的车辆接近大概300台。我们到底几个小时能够回到花莲？我想至少4个小时。几个小时到台东？6、7小时。
代替官网也伫27中到12点，新增加5亿劳动节应变计划专区，除了退票资讯，也包括各地区车站类火车转坐等资讯。王国在是讲5月7日迄天，所有局处首长全部休假上班，监督各道客运的状况，伊亲身到台东去视察，沿路上北了解塞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进前发生这电扶梯意外，今麦有议员对外表讲，这捷运列车的车门歹去，车门无关就驶走。台北捷运表示讲，伫咧迄当时列车顶头有站长看头看尾，若这司机员无得到行控中心的授权就驶走，已经照规定甲处罚了。画面内底，即只台北捷运板南线的列车速度是呼呼叫，今朝一个看才发现车门竟然无关。虽然边仔有人员伫警戒，不过乘客也是感觉真惊吓。甲代志发生的经过录起来，向议员投诉。看起来真的是触目惊心，捷运公司真的是螺丝掉满地。按照北捷公司的 SOP， 当车门没有关闭上，根本列车是不应该开动的。台北捷运表示，3月23早起6点，这只车为南港展览馆发车，出发的时阵，第20个车厢车门故障无法度关起来，司机员通报有过样，行控中心请站长上车处理，确认敢是有物件卡伫咧车门的。不过也未完成相关的程序，司机员嘛无得到行控中心的授权，就直接出发。列车行驶到南港站之后呢，请车上的旅客下车改搭下一班车，延误的时间大约是2分半钟。经过检查发现，是那一扇车门的右侧上方的滑轨有裂痕，经过更换滑轨之后，已经恢复正常。台北捷运强调讲，迄当阵车顶有站长随车伫咧介护，不过司机员无得到行控中心的授权，一个收到速度码就启动列车，除了按规定提报处分，嘛会加强人员的训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平湖最近当咧办这烟火节，因也烦恼讲，若阵这确诊的人数伤过侪，因无法度应付。县政府有向中央提出着防疫专机的想法，中央原则上已经同意啊。也若绿岛也有提出着防疫专注的想法，希望讲会当减少外岛的医疗压力。批行李准备要坐无人机，即马当时澎湖的花火节，过去伫咧平日人潮无遮尔济，高雄小港机场嘛出现真侪游客。因应台湾疫情，澎湖县政府欢乐馆内密切接触者的数量有限，加上佫是伫咧活动期间，向中央提出的防疫专机的构想。接触者，我们都会先经过筛检，确认他是阴性的，那我们就同意他可以搭乘防疫专机，用包机的形式。澎湖县政府表示，这个包机会由旅客全部来负担着包机的费用，班机若无客满，即是由县府来补贴着所差的计数，会有澎湖飞上山，啊，佮有澎湖飞小港这2条路线。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虽然你待在那边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生活，但是我还是会希望习惯性的回到自己原本的地方，就即使要花钱那就是还是回来。部分的费用要你自己出。费用那也没有办法啦。台东绿岛嘛有这种的需求，当地嘛出现游客一到因当地就接到隔离的通知，但是岛上隔离的房间无够，希望有专门的船会当把这些人送回来本岛。离岛乡去发现一些游客进来以后才被告知是这个有这个疫情被匡列的。公所表示，除了专门的船，嘛咧规划互因就地来居家隔离，但业者对着家己的民宿改做防疫旅馆的意愿无悬，专船啊，佮有就地居家隔离这2个方向，因拢会努力，但是费用安怎收，当咧思考。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张明哲澎湖台东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其他的国际新闻，讲到这罗西亚的外交部长发表谈话，伊警告讲可能会发生这第3届世界大战危险，呼吁各国唔通看轻核战的风险。乌克兰总统认为，全世界应该要限制罗西亚的核能设备，也个因的技术，避免核灾再发生。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2日有去到罗西亚，和因的总统普京会面，是希望讲这场战争会当赶紧结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洛夫向俄国媒体发表谈话，警告爆发第3摆世界大战风险，呼吁全球莫估计核战的风险。也讲北约组织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本质上来看就是甲俄罗斯拍代理人的战争。
Якщо в Росії забули, що таке Чорнобиль, то це означає, що потрібен глобальний контроль за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атомними об'єктами і ядерними технологіями.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到即陣，美國援援烏克蘭的金額總計超過31個美金。另外，在離島來自40個國家，包含北約成員國、日本甲澳洲這代表出席在德國西南部美軍基地所舉辦的防衛會議。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指出，未來1個月開一擺，來研究提供烏克蘭軍事援助。We're going to build on today's progress and continue to reach out to nations of goodwill to help Ukraine defend itself. 路透社甲伊索普的联合民调显示，有73%美国人支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达到对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高峰。另外，德国改变过去固执提供武器的立场，宣布翻新50架防空的坦克和基辅，并且伫德国领土来训练乌克兰的士兵。伫这个4公尺长的岛啊，坐伫俄国总统普廷对面的是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古提瑞斯头一摆访问莫斯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方法，赶紧结束冲突。I understand these grievances, but from our perspective, the grievances must be solv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struments that the UN Charter has at its disposal. 普廷虽然否认普查的当事事件，不过进一步表示愿意协助人员安全脱离马利坡，特别是阿索根地抢。另外，俄罗斯对着和谈愿保持开放的态度。广西新闻王碧文编译。罗西亚的天然气公司通知保加利亚甲波兰，对今仔开始要停止供应天然气，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拒绝用卢布做交易。目前用俄罗斯卢布支付的切断天然气供应，这是一让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对波兰和保加利亚发出的通知，日前开始实施。Otrzymaliśmy takie groźby ze strony Federacji Rosyjskiej, ze strony Gazpromu. Związane one są między innymi ze sposobem płatności. Polska trzyma się ustaleń i być może Rosja będzie próbowała w ten sposób Polskę ukarać. Mamy nasze magazyny wypełnione w 76%. To jest wysoki poziom wypełnienia, dużo wyższy niż w większości krajów Europy. 迄一天进前，华沙当局才将包含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内50间企业甲好业人列入制裁名单，冻结资产。波兰是俄乌战事开始然后第一个被欧洲主要天然气供应大国断气的国家，再去就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能源部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替代能源供应。各甲百姓讲目前无限制天然气使用必要。波兰每年接收俄罗斯差不多90亿立方公尺天然气，满足所需要45%。为摆脱这个情形，波兰继续开发替代供应。西北部这天然气终端设施已经扩大建设。Jesteśmy przygotowani na zupełne odcięcie rosyjskich surowców, zarówno jeżeli chodzi o węgiel, to odcięcie nastąpiło. 俄罗斯总统普廷顶个月宣布，针对无友好的外国买家，爱用俄罗斯卢布来支付天然气等费用，唔上美金或者是欧元交易。迄时阵想要你接受，其他国家拢拒绝，因为这是违约。俄国暂停供应，恐惊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天然气继续起价，搁可能加早限量供应。啊，不过这也对俄罗斯本身的经济带来伤害。公司新闻恩文玲评论。伫咧乌克兰隔壁的摩尔多瓦最近一直发生爆炸事件，虽然无民众受伤，不过乌克兰认为这是罗西亚伫咧背后变鬼变怪。支持乌克兰的一个英国也讲，罗西亚后一个目标就是摩尔多瓦。相片内底显示的是涅斯特河沿岸被爆炸破坏的广播天线。当地驻地政府指出，除了附近一个军事单位遭到攻击，2间以高举放送的电台天线也被破坏。爆炸案了后的第一时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指控俄罗斯背后来策动，要挑起区域不安。俄罗斯甲乌克兰开战以来，支持乌克兰的英国也同时有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学者认为讲，俄罗斯一旦伫乌克兰得手，下一个目标就是摩尔多瓦这个所在。前苏联解体初期的1990年代，以俄语为主要语言的涅斯特河沿岸，为了脱离以罗马尼亚语言为主的摩尔多瓦，双方爆发一年8个月的涅斯特河沿岸独立的战争。结果，虽然摩尔多瓦政府军来败退，承认涅斯特河沿岸的主地地位，也阁并无放弃对当地主权的主张。
国际上多数国家也无予伊外交的承认。而即个涅斯特河烟花，就伫有家己的国旗、政府也有军队以及黑白前锋下度过30年的时间。25甲26连续传出爆炸案了后，上任1年外的摩尔多瓦总统马伊亚桑杜，对着爆炸案的经过也无啥加讲。不过也暗指讲，涅斯特河烟花内部斗争是造成暴力事件主要原因。Aceste tensiuni se întâmplă pe teritoriul necontrolat de facto de către autoritățile de la Chișinău. Dar acest teritoriu este al Republicii Moldova, iar acolo locuiesc cetățenii noștri. Pacea, apărarea vieții și bunăstării cetățenilor este prioritatea noastră. 对着乌克兰甲英国明表来指责是俄罗斯操控，俄罗斯只是讲高度来关心，而密切注意局势发展。另外，涅斯特河烟花东桥一方面避免指控摩尔多瓦，另外一方面甲箭头对准乌克兰，因为迹象显示乌克兰则是策动恐怖攻击幕后的黑手。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巴基斯坦南部第一大城克拉奇拜二发生一trận自殺炸彈攻擊，造成當地孔子學院3個中國老師死亡。當地武裝團體承認犯案，而且要公布犯罪的相片。中國外交部針對這件事件表示譴責，也要求巴基斯坦政府着愛嚴辦。遭到攻擊的車被殺甲親像爛鐵，車內燒甲烏烏。一個意外發生在克拉斯大學校園內底。拜二下晡，這台車將要開入設佇校內的孔子學院，無想到一個酒店入口所在愈炸大起，熊熊瓦棍引導身軀炸彈，規台車隨即爆炸導火燒起來。結果造成孔子學院院長甲2名教師，也有一個巴基斯坦的司機，總共有4人不幸來罹難。另外2名傷者內底也包含一個中國的教師。There were a couple of Chinese who were part of the faculty for the Karachi University, and from the initial reports, what has transpired is that they were coming in this coaster which is on your left, and there was an explosion which took place from the right side of the vehicle. 所报告西部分的武装团体秘鲁指解放军承认犯案，并且公布愈炸大起相片。华军克拉奇的秘鲁之省，拥有真丰富的矿物，真侪一带一路的大型基础建设正在进行。西南边的瓜达尔港正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点。分离团体反对中国这投资，认为对当地人无好处，所以定了对包含中国设施在内目标来发动攻击。去年巴基斯坦北部发生巴苏爆炸事件，造成13人死亡，其中9个人是中国公民。中国外交部知影这个上新的恐怖攻击消息了后，随即表示强烈的谴责甲生气，要求巴方马上来彻查，严厉惩罚凶手，并且全力保障伫巴国中方人员的安全。另外，拄上任的巴国总理夏利夫也在司法迄暗就到中国驻巴国使馆来致意，强调绝对袂允准任何势力破坏中巴友谊，下底伫消灭恐怖分子。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讲到台股最近一直在落，今日又搁落341点，收伫16303点，成交量无到3000亿。特别是电子股上界凄惨，受到外国资金卖掉的关系落真多。财政部长苏建英表示，这国安基金随时拢有在注意，若准这市场的机制失去控制，才会启动这国安基金。短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止跌讯号。监管分析师坦白讲，台股指落的信号看袂到，尤其是美国股市大落，台股就变做外资的提款机。台湾股票市场27盘中捌卡到底，落到16219点，大落426点。虽然有小量者，暗过中场也是收伫16303点，落341点，成交量敢若2975.62亿，创下将近1年的新低。三大法人拢总卖超过244亿，其中外资已经连续卖，拢总差不多990亿。倘若到时候的利率决策是相当的鹰派，随着通膨的一个升温，俄乌的一个战争，中国的封城，股市是经济的橱窗。现在股市在跌，其实就是在跌 GDP 可能会修正。台股要起无难，因为伤侪利空的冲击。分析师是讲，5月美国联准会会公布相关利率，未来台股也有一波微压，而且会真震荡。观察最近宽台股变作外资调节的对象，其中电子股上严重。而且台积电、联发科落价幅度拢超过3%，民邦、双雄、友达落价幅度4.12%，昆创落价幅度超过6%。今天早上已经交代国安基金相关幕僚同仁，那密切注意到整个台股的动向，来维持金融市场的安定。
主计总处乐观的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是4.42%，基本面良好。高发会公布上新景气对策灯号，灯号由黄红灯转为代表稳定的青灯，代表景气确定6度灯号。未来的不确定性真的很高。中国大陆的一个政府，它的管控的作为，俄乌战争的这个因素，供应链其实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高考会表示，受到俄俄战争影响，全球经贸成长变较慢，再加上疫情加添无确定因素，国内后续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听证会时阵表示，美国当咧含台湾、日本、荷兰和其他接触国家做伙打拼，确保上届先进的晶片加生产能力，不去互中国抢走。也强调台湾是袂当欠缺的合作对象，也搁再强调会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来对抗中国的入侵。台湾是全球半导体生产的重地，其中先进制程技术亦阁是绝对领先的地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主席梅兰德兹就表示，台湾掌握全球90%的先进的晶片，若是台湾和中国夺取，会危害全球。国务卿布林肯也认同，美国对此有急切的感觉。We are taking very significant steps with Taiwan, with Japan, with the Netherlands, which is critical to this, and a few other countries to make sure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highest end semiconductors, they are not transferred to China, or China does not have the does not get the technology to manufacture them. Taiwan is integral to that. 布林肯强调，台湾是不可欠缺的合作对象，表示美国政府决心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来防卫，以免受任何潜在侵略，包含北京片面的行动破坏现状。Expediting third-party transfers to Taiwan, we've been supporting an indigenous industrial defense capability, and we are focused on helping them think about how to strengthen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特别是在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重组，加上远距商机，带动了我们面板产业的成长。我们看到面板业者选择在台湾加深经营和发展。总统蔡英文日前出席智慧显示展览会开幕，强调科技是台湾重要而且有优势产业。无论是电视也是车用面板的出货量，都伫全球有真重要地位。疫情带来挑战，也相反带来机会。台湾面板产业也互人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早起公布今年汉光演习的内容，这届会用这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情形来加强演练。这届演习美国敢会派人来参加呢？军方目前拢无公明。国军年度上重要演训汉光演习，就要来登场。除了7月底部分时段的实兵演习，5月嘛来举行全面防卫作战兵棋推演。不过，这届是为电脑的推演改做是多面向的推演。一方面是因为防疫减少无聊的参加，另外一方面是更加加强指挥干部透过这届俄罗斯加乌克兰的战争的实际案例，直接面对面来讨论各项作战议题。参着俄乌战争的启示，那国军会持续的来精进不对称作战、认知作战、支电作战，还有提升后备战力与全民总力的运用。这届演训4大重点包括着战力保存、整合全面力量、支援作战、强化联合制海作战，还有提升国土防卫战力，甲敌人伫咧阵地来解消灭。最后一项的阵地，就是经过这届乌克兰还有俄罗斯战争的经验，伫敌人可能来通过路线来解消灭。不过，刚会来演练登顶的火力，对着敌军的源头来打击的，国防部是无来否认。请问是否国军验证源头打击实力？那么，对于共军各种的军事行动，我们都有一个应处的方案，能够反制共军的企图。去年汉光演习因为疫情的影响，美国是无派人来到台湾，各界嘛关心今年这届状况。今年汉光演习有无邀请美方代表团观摩？国军各项的军事协训、军医任务需求规划执行，并吸取战备演训的经验。军方也是正低调回应，不过嘛无否认。根据了解，美方今年来恢复派员来到台湾，不过会来减少这规模。另外，美国海军第10舰队表示，这军舰3部升号26号是来通过台湾海峡，强调是符合着国际法，伫咧国际海域的例行航行，展现美国对着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国防部是证实这项消息，嘛强调，这只军舰经过咱台湾海峡的过程国军拢有掌握。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
国民党甲民进党的中常会今日拢有通过部分县市长选举的参选人名单。民进党的提名，屏东是派出周春美，苗栗是派徐定真，云林是派刘建国，台中是派蔡其昌。国民党的部分是通过彰化王惠美、嘉义市黄敏惠，云林县是一个张丽仙，也有宜兰县的一个本地县长林姿妙，由这4位女将继续来拼连任。在中常委的普城中，国民党中常会通过4位执政县市长的连任参选提名，包含彰化县长王惠美、嘉义市长黄敏惠、云林县长张丽仙、宜兰县长林姿妙。由疫情严重，为着无影响4位县市长的防疫甲公务行程，应用视讯的方式参与提名会议。朱立伦也肯定4位女性县市长亲像妈妈的精神相款，为民众来服务。尤其最近疫情当中，每一位都要做好所有防疫的工作，大家继续坚守岗位，不但勤政，更是爱民，像妈妈的精神一样，对现在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好。其中，宜兰县长林姿妙即阵有备案的官司，朱立伦讲，国民党除了成立律师团，还为林姿妙的司法权益，也相信选民会用选票幸福林姿妙清白。民进党加油！民进党加油！民进党中执会通过4个县市长选举的提名案，分别是屏东县的周春美、苗栗县的徐定真、云林县的刘建国，甲台中市的蔡其昌。其中除了屏东以外，另外3个县市即阵拢毋是民进党执政。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强调，希望这4位用在年底大选来胜出，才有法度和中央的完善政策落实到地方。我们民进党的会做事战队已经逐渐成型。台湾是一个团队，国家也是一个整体。我们推荐的市长候选人最能够和中央合作，也最能够落实各项政策。另外，北三都双北甲桃园市长什么时阵定调提名？民进党秘书长林世尧讲，即阵以防疫为重，对手政党也未进行相关的停书，民进党即阵是无着急来提名。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府主席裴明敏进前已经过身，伊规世人拢伫咧追求台湾独立。1964年，伊和其他人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去呼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迫害流亡海外23年。裴明敏等来到台湾了后，伫1996年捌选过总统，虽然是无选调，不过伊也是希望伫国际上会当有台湾的名字。伊对于台湾的民主化影响真深，但做伙来看伊的故事。2022年4月7日，裴明敏点点啊过身，享年98岁。伊一世人都那亲像咱台湾的命运同款。关键时期发生伫1964年，迄个时阵，裴明敏早就看出中华民国一定会人赶出联合国。国际地位保袂掉，所以甲2个学生囡仔谢聪敏、魏丁条拟定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很可惜，当然蒋介石当时不愿意采纳这样的看法，而且好像认为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一个很不能接受的想法，所以就把他们3个人抓起来了。台湾头一届总统直选，裴明敏甲谢长廷做伙拍选战，而国民党的参选人是李登辉甲连战。不过这个选战，我觉得最有意义是，他可以在电视上跟李登辉总统辩论，第一次有机会让他可以毫无禁忌、毫无忌讳的向全台湾的民众来说明。他从自救宣言，一直到现在，他所有的这个想法，最重要，他认为说，这个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国际社会不承认的嘛，那台湾一定要变成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选举结果，裴明敏以21%第2关得票率，输予得票率54%的李登辉。李登辉上任了后，真侪届请伊担任总统府主席，不过裴明敏拢拒绝。一直到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了后，受总统陈水扁的邀请，才担任主席。总算台湾都那亲像裴明敏的愿望，渐渐为威权走向民主。只是伊的人生也已经到晚年。晚年的裴明敏家己点点啊做代志，准讲伊无搁参加政治，也是继续写作演讲，用家己的方式守护咱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头一位用彩色圆珠笔画图创作的画家，伊捌画过鹿港的庙、新竹的雕刻，甚至是咸水的芳雅炮等等。伊的技术风格真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丰富的色水甲图样，无讲真正看袂出遮尔水的图，竟然是用圆珠笔画出来的。来自中华鹿港的艺术家曾永宁，创作已经超过20档，画工有路。 无认真甲看，常常互人叫是用一般水彩画。以为说它是用水彩或是用油彩来画的，但是其实到现场之后近看才发现，其实它是用原子笔，就是每一笔，然后慢慢的就是勾勒出来的。人要恒心跟毅力，然后不断的在，就像农夫一样，不断的在耕作，然后透过这个耕作的过程中，它就会有成果，它的花就会长出来，长得丰盛，花园就会美丽这样子。 艺术家自开始创作到今，已经甲上10万支的圆珠笔写好打，莫叫是用圆珠笔画图速度会较紧，其实一部作品平均爱开花1年的时间，才有法度完成。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不同时进行很多幅作品，我不会单一一件作品一次就把它画完，然后透过这样反反复复，所以一件作品差不多一系列的作品，差不多1、2年会完成一系列的作品。 这届展览内容有艺术家最近3档画30件作品，在阳明交通大学艺文空间展出。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有一个号做21世纪无聊男子的乐团，因把英国台语歌摕出来唱，加上家己的创作，最近佫推出台湾拉调工人的歌这张专辑，小解战后台湾工人的生活，嘛反映各时代社会环境。因也讲透过这老歌甲现代元素结合，希望听乐团毋是少年人的专利，互每一个无共款年龄的人拢会当参与。 天生的音乐描写50年代工人欢喜出门，开始一天的工课。这是50年代广播局推销分州产品的分州歌。90年代台湾工厂渐渐刷到海外，台湾真侪工人失业，工人运动烽火遍地。这条乌唱那较时的歌曲，就是咧描写迄时的社会现象。21世纪无聊男子乐团透过翻唱这个歌曲，加上家己的创作，描写战后工人的生活。真侪咧感觉上来讲，咧台语老歌拢算讲较浪漫嘛，较乡愁嘛。过去会当一寡较浪漫的当然是嘛，但是咱嘛袂使讲哇，咱唱到这就感觉哇社会做好嗨。因表示过去真侪老歌表面上是描写爱情、乡愁等等，其实嘛有咧反映迄时代的社会环境。因甲过去的台语老歌重新编写，掺入现代元素，带各族群的观众认捌战后以来70年的工人生活。你的顶一代吼，恁爸爸、恁阿公，因到底是咧听啥物歌吼？有一个彼此吼，会当有一个共鸣的所在，拉近吼这个代跟代之间的距离啦。因讲透过无共时代的元素结合，希望无论倒一个年岁，民众拢会有兴趣来听因的音乐，嘛要证明即马长时间听乐团活动，毋是干那少年人的专利。记者郭本社桂林张玉水台北报道。台南的古迹赤坎头，这内面的文昌阁当咧整修，文化局要先把这个100年历史的主神魁星爷搬厝请出来。这个工作团队也利用电光机还有红外线贴影，来替这魁星爷做检查，顺续改做整修。国定古迹赤坎楼的文昌阁要整修，台南市文化局嘛要针对内底100年的新尊魁星爷好好啊来做检检。经过9摆请示，魁星爷拢是想买同意，互工作团队将新尊刷出新坎的过程是真顺利。事实上，这尊魁星爷伫咧30当前嘛捌做过检检，不过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魁星爷身躯顶已经有部分落漆，嘛有白下走过。嘿，里面居然有钉子，而且是好几根。而钉子的钉的位置都是在龟裂的地方。所以以前30年前在整修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些科技，没有这些仪器。那现在有这些仪器帮助所以我们在进行古迹的时候，可以很快的拟定的修复的方向跟修复的工法。工作团队利用红外线来检查表面，也那内部是用电光来照。伫这届整修进前的健康检查，若发现到魁星爷早就去互香烟熏甲乌去的目睭人，又佮查出新尊内底有藏铁钉啊。之前的修也没有把眼珠找出来，因为它是照
还是保持原来的熏黑的状态。可这一次我们 X 光就清楚的看到它有眼珠的这个的绘画在里面。现在科技比较进步，以前大概是外勤的做外观的修复。连内部也可以看这样。对，现在进步很多哈。这尊开青爷的历史会当追溯到文昌阁创建的时阵，大约伫咧1886年。不过1895年台湾割予日本的时阵，新尊互人藏入去壁内底，一直到1907年才互日本人发现。当时互人形容讲，这尊开青爷就算无目睭人，嘛是真有威严。如今透过科技证实，开青爷目睭顶悬确实是有去互香烟分甲乌气无看的乌人。透过科学仪器的辅助，互文书调查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3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1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9度，也有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